另外一个上新的现场，继续要来关心，家人有一个通缉犯，外口警察查，塞车弄警察，落尾卡底抹油要赶紧选，伊的车互警察考500，实在是走无路去啊！互警察甲伊抓起来，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吴慧珊来传来了解。慧珊。 好的，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，3名员警将地上蹲着的潘姓男子团团包围，准备将他带回派出所。旁边还有一辆白色轿车斜的停放在路中央，可以看到警车的车头右前方跟这台轿车的车尾有擦撞哦。因为16号晚间9点多被逮捕的潘姓男子在基隆违规停车遭到拦查，没想到呢，他不但拒绝，还开车冲撞员警，最后更是油门踩着就落跑，员警也马上就展开了追捕。最后呢，一名林姓员警8枪朝嫌犯的轿车连开了5枪，打中他的前后车轮，但是嫌犯还是不把车停下来，继续向前来加速逃逸。警方是紧追在后面，最后才在自强路将嫌犯拦截逮捕。根据了解呢，这名逃逸的潘姓男子是一名毒品通缉犯，已经逃了2年了。平常是以车为家，四处来逃跑，没想到这一次却因为违规停车被警方给逮住，甚至呢还在车上找到了4包毒品、安非他命跟一把空气手枪。 人赃俱获，最后遭到警方带回派出所侦讯。以上就没掌握到的最新资讯。